咸水放蜂仔炮，世界独一无二。早期台湾有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顶的讲法，就是在讲当时台湾的四大通商港口，其中月顶港是1731年开设的，甲北部的淡水港相对，才号名做咸水港。因为以前的港路对街路细弯，亲像月眉，所以嘛，互人叫做月顶港，也是月港。咸水上原则放蜂仔炮，甲北部宾客放天顶同款有名。放蜂仔炮嘛，讲做放蜂仔，较正式的称呼是装蜂仔炮。就是讲，蜂仔炮射出去，就亲像蜂阵出岫共一样。放蜂仔的来源真济，比较有意的传说是讲，伫1885年，因为长期的涝土症引起大灾难，造成咸水港的大落坑，当地士绅善信。就决定邀请当地守护神，也就是武庙的关圣帝君，神轿出巡示警，祈求平安。伫咱人的正月13起，连续3天，神轿一到，烟火甲炮仔交放，经过流放烟火洗礼以后，灾厄渐渐消除。咸水得到平安，放蜂仔炮就安尼流传到即阵，是通世界独一无二的。咸水放蜂仔震慑的历史，大概干那70年尔。为早期放普通的连珠炮甲烟火，以后愈食愈重咸，愈拼愈大度，渐渐发展出即阵的规模，变做一种会爆炸、危险的冲天炮，造成未少不幸的事件。要安怎减少浪费，提高安全性，甲伊转做常态性的表演，互即个独一无二的文化资产愈来愈旺，发大拍尾，是咸水地方发展观光着爱思考的课题。作者陈宪国。